小姐，爷亲啊，你家己一个人伫遮困，安尼你是会寒着。多谢小姐的关怀。那你经拜过堂啊？咱讲起来嘛是夫妻，你敢讲？小姐，你敢讲应该安尼叫我是？
情来半边讲，你细细几句又好啊好。老基本是伊农民，现在又是犯罪心，因此唔敢当公正，小水强的误家里。官人，这件代志，阮阿爹有甲我讲过，而且老人家伊嘛真佩服你。伊毋是讲，伊愿意将阮家所有财产要互你做军费，而且通好帮助你反抗元朝的暴政，通好解救苦难的百姓。虽然到处拢有起义的义军，掩据军纪先人的指点，真主是一个圣主的人，我必须往东南方去找。小姐，老母也是袂用久留贵妇。你天意、命运，注定咱两个人是有名无实的夫妻。这是我的运命。老母辜负你，敢讲，这是永远的心。既然还是为了天下大事，我不便来留你。你去，多谢老夫。你这回去了后，当时代当倒转。切，先生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人，我是干那希望讲你若会当时常倒转来看小燕，这就是你的厝。我知影。但愿你早日找到真主，完成这件大事。是。啊，就毋来走落去。吵啦！嘿，哦，心命遮好呢，咪喺遮困咯。吵啦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吵啦！哦，孙仔，是什么代志啊？吵啦！
我问你一下，你工课是做好袂？工课哦，什么工课啊？啥物工课你毋知哦？哦，你这个臭头，你一日到晚你敢会晓食饭尔？你是晓创啥的你？大殿的内底遐尼垃圾，暗紧去扫扫。好啦。紧，紧去了，紧的，较紧的啦。臭头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紧扫，小等我若看你扫无清气哦，较细你会臭头皮，我甲你讲。逐工扫涂骹，逐工扫涂骹。我咧扫涂骹，恁两个徛安尼，我是要安怎扫哈？闪！安尼毋接着。啊，人因两个都会晓闪，你是哪袂晓闪？闪！安尼我毋才好洗扫。嘿，这四大金刚的形象是谁甲刷的遮？臭头，呀，我伫遮。来！我问你啊，这四大金刚的形象是谁甲刷顶动的？啊，我无啊。你无，啊无是啥？迄因家己走的啊。哈？家己走？你后袂讲，家己会走？这身上是迄落石头刻的，遐尼重的物件，伊会走？啊好啊，我看你是咧讨皮疼，我今日若无甲你修理吼，你挡袂了的款。师兄，我唔敢，师兄。哎呦呀，我的手啦，哎呀，师兄，你就是爱胖，所以才会安尼哦。紧甲我扣一下，较紧的。你以后若莫搁再拍人，啊，毋就好啊。你甲看，你即摆好皮啊吼。这个臭头仔实在怪怪，无一定有啥物邪术。师兄，我扫我足清气啊吼，你看卖咧，恁会使倒转去原位啊？师兄，你着无要相信啊！你甲看，你亲目睭看到，我拢无甲因叮当，因家己行的啊！你即摆毋着要相信啊吼！这个臭头仔一定有邪术。好，我好好甲整理一下。臭头，即摆吼马上去山下甲我扣查转来。扣查？
臭头啊！叫伊去山捡一下茶，到即马袂转来。无敢会去互好食，插插味啊！到这日子较困就好啊，出菜。天为罗场，地为肩，你我生死。